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的达林乡海边啊，有一种有白色条纹的蓝靛石是真出名。2015年，台东县政府就公告讲，袂当伫遮刻石头。也毋过最近发现讲有袂少游客又搁违法，所以县政府说表示来提醒民众，违法刻石头上济是当罚500万。 南田海岸有3公里左右，不止风景美丽海边依恋的石头，也有白色条纹，纹路拢真水。这石头就叫做蓝靛石。不过即马观光的人增加，游客来可能捡走这石头。台东县政府甲达人乡公所最近特别设立石头永久馆一粒到破产的告示牌。当地居民讲，当地人已经唔敢刻啊，因为罚真是有够重。现在因为政府的规定啊，就 没有人在捡，听说捡一颗会罚很多钱。台东县政府表示，2015年公告蓝靛石竞采违法刑罚100万以上500万以下。不过有人认为，土石采取法规定，延扣少量自用无受限制。不过县府强调，这需要土地所有权人同意才延扣，若无可能有尺度行政。地主的部分，如果 土地是私有，可能要私有地主同意；那国有可能要国产局同意，用这样的程序才可以免除那个土石采取的一些相关的刑责。县府强调，海花石头有保护海花作用，民众上好唔当捡转去。不过，学术研究或者是艺文创作需求，会向地方政府提出申请，若得到同意，就用少量使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有